大社区大楼一定有一寡住户是真惨，也若伫咧去年9月呢，伫高雄某一栋大楼，因为住喺楼顶的住户伤过惨，楼骹就举刀去甲楼顶的翁仔某刣死。这在案件今仔日侦查终结，检方认为这被害人伫咧被害者2个囡仔面头前刣死因的爸母，手段真粗残，而且无悔改意思，无教化无教化可能性甲必要性，依照杀人罪甲起诉，希望法院就要甲伊判死刑。警方押送画面还阁伫咧，伫白色安全帽的姓吴嫌犯，去年9月15日，疑似因为噪音纠纷，竟然提刀到楼顶杀害厝边翁某。警方12宣布专案终结，依照杀人罪起诉嫌犯，各向法院求处死刑。利用该处大门未关之际进入客厅，在2名质子面前先持刀砍刺被害妻子，随后无姓被告再进入主卧室，持刀砍刺未着衣物之被害丈夫，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条第1项之杀人罪嫌，建检法院量处被告死刑，并褫夺公权终身。检方考虑，嫌犯故意杀害被害者，受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锁定，情节上重大之罪，犯后过度造别证，定性各刑事干部权态度无好，行为互2个囡仔身心受创，毫无悔意，认定嫌犯恶性重大，无教化可能甲必要性。如果他没有反省，没有去判处死刑或者是严刑去处置的话，我觉得也有蛮大的机会会再犯。嫌犯后厝边将行刑，也为家属带来真大伤痛。当地民众也转讲被害者家属的看法。明明可以沟通的事情，为什么要用这么凶狠的手段来处理？后面的判决结果，他们也没有抱太大的那个期待，只是说希望他得到应有的那个惩罚。被害先生爸母是感谢外界关心，表示目前希望后囡仔生活赶紧恢复正常。检方起诉代表台湾正义司法，互嫌犯为错误付出代价，也祈求照后公权力展现，无过有下一个受害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